大家好，我係 AI Mini，好耐冇見。就嚟新年，肥伯本來都想拍啲開心嘢俾大家，不過可惜佢嘅正職酒店業工作真係太受氣，所以我要重出江湖，幫肥伯吐苦水。今日嘅話題係表面扮慈善家，背後搞軟對抗，踢爆某酒店集團如何為香港趕客。Hello Hong Kong 定係 Goodbye Hong Kong 呀？今時今日，特區政府日日講搶人才、搶旅客，由治及興，喊到聲沙。但係大家有冇發現，市面上有一種怪現象，就係當全香港都努力緊擦靚個招牌嘅時候，偏偏有啲大財團正在靜雞雞地倒米。今日我哋唔開名，就講一個故事。故事嘅主角係一個喺疫情期間好鍾意扮慈善家、扮救世主嘅上市酒店集團。我哋姑且叫佢做偽善集團。第一節，曾經的抗疫英雄，大家記唔記得幾年前疫情最嚴峻嗰陣，呢個偽善集團好高調嘅，借出旗下酒店做隔離設施，又話要同香港人共度時間。表面睇佢哋好似好有社會責任感咁，但係隨住通關復常，遊客返嚟啦，照計酒店業應該係豬籠入水，員工應該有人工加，有花紅分，係咪？錯啦！現實係呢個集團嘅前線員工正經歷緊一場無聲嘅剝削。第二節，左手賺錢，右手填氹。點解酒店爆滿，員工都冇肉食？魔鬼就喺細節度。呢個偽善集團唔單止做酒店，仲好鍾意玩地產，尤其係海外地產。結果點呀？地產嗰邊投資失利，債台高築，蝕到入獄。於是乎，管理層就諗出一條絕世好橋，劫貧濟富。佢哋將酒店部門前線員工辛辛苦苦賺返嚟嘅利潤全部抽走，攞去填補地產部門嗰個無底深潭。酒店員工做到紙積咁，以為公司賺錢有得分享成果。Sorry， 你賺嗰啲錢係攞嚟幫老細還債。呢種結構性嘅吸血，直接導致酒店資源不足、人手短缺、士氣低落。第三節，政治高度為香港添煩添亂。你可能會話，喂，商業決定啫，關社會評論咩事？錯，大錯特錯。呢個唔單止係商業問題，呢個係同政府嘅大政方針對着幹。特區政府依家最想做咩？說好香港故事啊嘛，想旅客嚟到有賓至如歸嘅感覺啊嘛。但係你試下諗下，一班長期被剝削、同工不同酬、滿肚怨氣嘅酒店員工，點樣對遊客笑得出？點樣提供5星級服務？結果係咩？結果就係旅客喺小紅書、TripAdvisor 瘋狂留負評，話香港服務差，話香港人黑面。呢啲負評邊個造成呢？唔係前線員工唔想做好，係個集團制度逼死人。政府喺前門派糖引客，呢個偽善集團就喺後門放狗趕客。呢種行為客觀效果上就係破壞緊香港嘅旅遊形象，阻礙緊香港由治及興嘅步伐。講得難聽啲，呢啲叫做軟對抗。一邊享受住香港資本市場嘅紅利，一邊製造社會矛盾，將企業嘅投資失誤轉嫁俾基層員工同埋香港嘅聲譽去埋單。順帶一提，平時又淨係做啲政治 show 扮，對政府忠心，講到實際利益就走先啦，係咁先啦。可想而知，佢嘅忠心係幾咁假。結尾靈魂拷問，最後我想問下呢位偽善集團嘅大老細，當你喺年報上面寫住可持續發展，寫住關愛員工嘅時候，你會唔會面紅？你嘅地產夢碎咗，憑咩要香港嘅旅遊業同埋前線員工嘅生計陪葬？香港需要嘅係真正建設城市嘅企業，而唔係吸乾香港血液嘅寄生蟲。今日分享嚟到呢度，始終呢個係商業決定，我哋小職員係冇 say 嘅，只能夠用呢啲迷你自媒體勉強留下自己嘅聲音。最後希望大家記住，喺香港尤其做底層係會懲罰勤力嘅人，懲罰守規則嘅人。大家有能力走就走，就算唔走都唔好咁勤力。自己嘅身體同精神健康係最緊要。今日嚟到呢度，下一年祝大家亂流下平安，拜拜。